做个记号哈。这个绳子是守住你刚才编的，然后一直到上面，你编一层，然后你就推绳子去锁住你刚刚编的，所以它才不会硬。我就说，我等一下还有另外的。那老师，我就刚才就说，我就用反面这样弄就好了，也可以啊。你看，其实它的角度刚才是很漂亮的。好，就是因为没有做这一道，你少了这一道绑外面的绳子，你就会一直开，你永远不会闭合。好，就这样子。我现在在第二层的地方，我是一层一层把它编上来，它才会互相交织。好，这一层，一层两层，好，到这里，好，同一方向，就让它是同一方向，每个。在右手边的都到左手边来。好，你看这个时候我们一样，稍微斜纹度把它这样子编上来。好，这个上来，然后这个好，这里会开，我们就稍微手扶顺。好，这个现在是在第二层半，一层两层，对吗？对。好，这个是这样。好，都是要同一方向，你要一层一层编，你才不会有缝隙，一定要一层一层编，才不会有缝隙。好，我编到这边来，编完了，我的这个绳子是要推上来，往上推。好，再把它往上推。好，绳子如果不够紧，我们再做调整。就是按照它的形去顺着。好，你看我这个是2层半了。然后我接下来我要再继续编，好，所以一样是这样，再把它慢慢做调整。你下面的这个镂空，对，第2层，现在第3层了。好，我们的带子是做4层半，所以你编到4层半就可以了。3层啊，4层啦，应该是4层。好，镂空是因为你的斜纹的纹路不够斜，所以它的那个对就会有缝缝。4层。继续编吧，刚刚是2层。是不是？你看，你锁住了以后，会开，继续。那我的这层还是就这样锁住。要啦，我这也是有拆呢。对呀。你编到第2层以后，你外面一定要绑绳子哦，不是一直编上来，外面一定要绑一条绳子，就是你的整个皮带的那个形就会出来。